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2个带病入境87个本土病例，这2个病例数拢是今年以来上界悬的。中国上海一日，搁再超过5000人确诊了，第38暝啊宣布规个上海要封城，而且要甲所有民众做核酸检测。交通部决定讲，代替爱背负这道路股自强号排队罹难者家属一亿5000万，对家属来讲，这条建议算是甲代替处罚，希望代替学着驾驶。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2个带病入境，甲87个本土病例，这2个数字拢是今年以来上界悬的病例数。本土病例内面呢，有关是这个家人小食店的群组感染案上界严重，增加22个人确诊。那像那这科技厂要增加13人，大潭电厂要增加10个人，连金门也出现头一个病例啊。外界都是一个质疑讲，是要完全消灭病毒，也是要甲病毒来共存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病毒是拖真紧，未来真有可能会来甲病毒共存，不过也是袂当放弃甲这个病例数全部清掉的可能性。国内新冠疫情各出现警讯，31礼拜是新增加87例，创下今年以来新冠。以家人、卡拉 OK 店、产生警察规定小话，新增加22例上济，累计91例。国内是新北树林某科技厂规定小话，新增加13例；中和某一个公寓社区规定小话，新增加7例；三田堡业务员新增加1例；永和家庭管理员规定小话新增加1例；桃园舞蹈老师规定小话新增加4例；大潭电厂规定小话新增加10例；台中喜道规定小话新增加9例，台中美南家庭小话新增加4例，若是台湾银行有新的负责人相关新增加3例。台北市上山区家庭规定小话新增加1例，另外一个12例感染源爱搁查，包括三甲朋友规定小话2例，花莲主治急诊护理师1例，新北万里1例，也甲8例新通报案例还搁咧疫调。上一次的境外移入的最高是124，是那本土的最高是83，好，那今天都是双都进来里面比较高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为了控制疫情，家人要实施类普胎，但是中讲，家人市政府也搁咧规划实施细节。外界质疑是安怎？去年艋舺疫情规个摊开无做普胎，但是中解释主要是去年快胎的准确度敢7成，即马家用快胎准确度会当达到9成。若是家人试办成功，未来区域要防止摊开，就会当用这种的方式。基本上他们有很强的民政的系统，那卫生的系统也相当能够配合，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中央跟地方一起来规划。那我们现在赶快把4剂也准备好，好，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开始。因为本土疫情伫全台湾11县市摊开，还有19条传播链感染源爱搁查。台北市长郭文哲呼吁中央必须思考防疫战略，到底是要无病例，还是要甲病毒共存？对这代志，陈时中回应表示，现阶段未放弃无病例的做法。在国外在讲所谓的与病毒共存，都大概是2成以上的染疫率。好，那这2个的背景的情况是完全不同。那在染疫率相对跟国际比较，好相对来低的时候，那我们先要尽量把社区维持安全来。另外，最新的病毒定数也公布，大潭电厂规定小话病毒基因定数是 BA.2.3， 中和某一个公寓社区规定小话，也甲台南美南家庭规定小话定数结果，甲新北设计师是同一个数列，所以算作是同一个传播链。若是谁为何送爱搁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家人疫情是当咧严重，今仔日搁再增加22个病例咯，拢是和小食店群聚感染有牵连。目前已经有91个人确诊。那针对着家人36万人要来做快筛规划，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今仔日表示，希望发予民众快筛试剂，家己做体检，那准是阳性的才来做 PCR 采检。市长林佑昌也讲会做好沟通和宣传，袂强制快筛。医护人员正携手替来体检的民众采检，因为家人疫情摊开，准讲落雨，未少民众也是透早就来体检站采检。保护自己，保护大家。毕竟疫情现在可能也基隆比较多例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守护。看你怎么晒，像我们男生比他们比较厉害呀、
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指挥中心宣布，家人要进行类普筛，民众无啥了解。不过家人疫情摊开，312个新增加22例确诊，拢是为任何卡拉 OK 规定收费，其中甲8大行业相关的部分，各增加8个人；办学中介部分，各增加3个人；二线各中的部分，各新增加1个学生囡仔确诊。家人市警局少年队的副队长嘛确诊。他比较不容易主动出来进行这个筛检，所以我们就有警察局。还有包括民政单位，我们到户去进行拜访，然后也要求请他们出来进行筛检。因为该队在疫情发生之初即采取这个分流办公，不影响本市学生及校园治安工作。家人严重疫情，陈市长宣布要类普筛。对这件代志，卫福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成是讲，就是以家人36万人做快筛对象，发快筛试剂，互民众家己检验，若是阳性再用 PCR 采检，看是不是确诊。我们的所有的基隆市市民为母体来看，那我们看能够发多少，那大家领回去多少，实际上做多少。好，那所以没有说这个强制一定要做，但是希望大家都尽量去配合，应该是要以自愿为主，然后组织性的一个安排为辅，也不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家人实施类普筛，引起是不是改变指挥中心较早无愿意全面普筛做法？对这代志，林佑昌是讲，即马真侪民众拢已经做过3剂疫苗，甲去年无做疫苗的情况无共，无需要想做伙。也强调对于采检的范围安怎发送恢复这个施行细节，会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宣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7个本土病例，新北市就家人占27例咯。这是亚型 Omicron 变种病毒更较高位。市长侯友宜认为讲，就要有这注第4档疫苗的规划。台北市的部分是增加8个，连带去影响到校园防疫问题。那进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唱歌无挂嘴安，卫生局表示相关会当发到办公库。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阁举起来。上北几啊间学校传出有学生确诊，其中伫新北邦桥的一间国校有一个确诊的学生，目前中央是还未甲伊变暗号。早上我们接到这个信息，我们立即在该班级就停课，所以那个班级停课。那从3月31号停课10天，4月11号才复课。国内31新增加87个确诊病例，有27个伫新北市。市府表示，有7个人算是新增加的确诊者，其中伫新北中和某一间公寓。959个人采检的结果出来，拢总新增加5个阳性的个案 ，CT 值上低，干那13.86。另外2个是伫树林某一间科技厂附近的超商店员，暗号23395甲23396。因为甲确诊者伫三峡的行踪有定他煞来确诊，后来阁为互因朋友。另外，居家隔离阴性再阳性的有14例，居家隔离的期间采检阳性有6例。面对Omicron各变种的 BA.2 病毒，因为卫团的速度是搁较紧，侯友宜提出做第4档疫苗的规划。不但鼓励第3剂来打，那我也希望规划第4剂，准备来做好更多的保护力。因那台北市是新增加8个本土病例，8大行政区拢有，包括大安、中正、上山、甲中山区拢有，拢是做伙大的亲人感染。因那伫网街暗号23390。捌去台中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亲人住院有陪病需求，伫入院进前做采检，快筛是阴性，毋过30 PCR 是检出阳性。因若伫树林的暗号23495，目前还咧做疫调。另外，文山区某一间大学学生嘛确诊，相关单位接到通报了后，随做环境的消毒。23266目前大概居隔是做49人，有一部分有做精准采检。第2日，台北市长郭文德公开讲，伊无遵守防疫规定，无刮喙暗唱歌，是互大家骂假。台北市卫生局嘛证实，会甲市长罚3000块以上，1500块以下的罚款。因若详细的金额，爱等确认这个事件的日期甲时间，才会当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台中食喜酒的群聚感染案，即马是搁再传出去咯。今仔日又增加9个人确诊，其中1个是咧台中，另外8个拢是伫咧外县市。这外县市的病例呢，这内面有3个人搁留伫咧台中2间饭店过暝，这2间饭店也赶紧消毒停业1天。另外办结婚的这间餐厅，伊无好好做实验制，去互市政府罚15000块。那讲到这个外县市的病例当中，有1个是对金门来的，而且伊是做过疫苗的突破性感染个案。
台中歌剧院食喜酒群聚案愈加愈大，33个确诊，31个增加9个确诊。台中市府紧急开记者会，确诊者当中有1名是台中人，其他是伫上北基隆、高雄、台东甲金门。因为喜酒结束了后，3个外县市确诊者住伫台中鸟日子甲林酒店，两间业者也停业1天。分别是有1名23277，他是住在林酒店。另外有2名23266、23268，这2位呢是住在台中鸟日子饭店。那市政府已经立即要求这2家旅宿业者要休业1天，落实清消。市府公布，食喜酒接触者184人，包含人客148人，36名工作人员。除了7人连路当中，其他已经居家隔离，目前52人采检阴性。另外，地点是国家歌剧院，为30开始闭馆3天。另外，餐厅业者无落实实联制登记，依法爱罚万5。台中食喜酒群聚案摊开，金门县政府30接到通知，原来这20大会查甫人是23至77个接触者，经过PCR采检了后确诊，追踪伊的行踪。3月24到台湾本岛，一日去台中食喜酒，29时坐日前班机为台北登来到金门。总共空业的居家隔离24人，包含接机者以及飞机上前后2排的乘客，除1人返台之外，其他的23位全部都已经接受 PCR 的采检，入住防疫旅馆来做隔离。23个接触者初步采检是阴性，这确诊个案已经伫金门病院负压隔离病房观察。因为去食喜酒的人真多，台中市卫生局针对3月26至7有进出相关场所的民众，寄超过36000笔的细胞简讯，也请民众自主检测，希望阻止疫情继续摊开。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日审查后备军人调集犹太条例草案，有定出来9条5届民众会当摕到奖金甲犹太项目，也若未来9条，敢会全部拢变做是14天咧。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要听候今年第4季评估了后，才会当来确定。另外，这边敢会改登去做1年咧？邱国正表示，目前是还未定案。虽然是无装火药的训练段，毋过完整的射击甲顺序拢照实践的方式训练。陆军八军团第203旅炮兵营是新制9条以来唯一的炮兵单位。为了验收这2礼拜的部分成果，安排火炮射击，这届有一个台德套篮血统的9条员参加。虽然我是台德混血，但是因为我几乎土生土长在台湾，所以我愿意为了这片国家、这片国土上战场。新制14天9条持续进行，是毋是未来全部改做14天咧？原本2年调训一届，明年是毋是也确定改做当年调训？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听候今年第4季评估了后才确定。因为以前没有做过，但这个定案要等到第4季我们评估以后才把它定出来。现在我不能答复讲，明年通通变成14天，因为我们已经发觉有一些专长专业不见得要这样。若是9条，兵役是毋是延长？最近一直伫讨论，虽然也无定案，暗可能引起家长甲业男的紧张，也有抢做兵的情形。国防部长邱国正对这代志回实的，强调一定会有调节的时间。我跟各位真的要致歉，目前我没有肯定答案，但我们按照这个期程在做，不会那么样的离谱，对不对？时间一切，你早一天到12就没事，晚一天抱歉就变1年，不会有这种状况的。这一点是我很肯定的。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也审查后备军人调集犹太条例草案。国防部认为，在中共持续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证实后备战力是必要的课题。草案明定后备军人为当年度改除调集迄天开始1年内，就医免挂号费、接受教育调集，也甲临时调集，各完成训练，拢做5届，会当发奖金。但是奖金的金额，也犹太法院通过了后，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德鲁古自强号发生败马意外，得要满1年咯。交通部决定讲，代替佫爱赔偿予所有罹难者家属1亿5千万。部长王国材强调，代替做唔到代志，本地就爱承担。对罹难者家属来讲，这条钱算是甲代替处罚，希望代替会当教乖，真正做安全的改革。台
代替得愈久自强号的事故，造成严重的伤亡。每一个罹难者，伊的家属会当领到代替上千万的赔偿金。伫甲交通部几个界协商了后，双方达成共识。即马事故发生要1年，交通部决定代替局爱付予全体罹难者家属协助代替安全解决特别金，超过1亿5千万。那现在会有一个事故家属协助台铁安全改革的特别金，不以这种惩罚性这个名词哈。是以这个特别慰助金，然后它也是为了协助台铁安全改革的一笔预算。部长王国材回应家属的诉求，把这条预算定做是协助对代替的安全解决。不过看在罹难者家属的眼内，碰过较侪钱，往生的亲人嘛袂阁转来啊。敢若希望代替透过这个定发性的赔偿，会当学到教训，改善消极的态度。给付总金额是1.5亿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台铁得要在每一次事故付的比一次还要多，并不是说每个家属可以分到多少钱或这样的概念。我们其实很希望做到的是，让台铁知道你其实要引以为戒。事故发生了后，家属来回奔波，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等人几届见面，协商要10届了后。解决的诉求总算有进展，事故的车厢已经有保留起来，代替组织的改造有进度。不过诉求建立外部官方监督机制的部分，目前是还未得到回应。接续嘛持续打拼，要互代替这个老牌子经过这个事件了后，好好落实安全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甲行政院的灾害防救办公室，逐年拢会举办这民安8号演习。今年头一场是伫高雄举办，这届有特别加一个战争的灾害入去演练的项目，无记中国拍台湾造成严重损害。不过高雄演习的地点拄好伫中油的巨人油厂，就有这个旧宿舍的居民伫外口举白布条啊抗议。演练中国武力反台，飞机和导弹击到迫降，真侪人伤亡，等待救援。救护车上车快速赶到，救灾人员甲人送医，马古身躯红白白，避免救援过程感染新冠肺炎。因为飞弹波及，来形成大范围的道路路基损毁。另外一场是演练高雄，因为中国武力攻击，水电通讯这重要设施毁损，各单位紧急抢修。民安8号演习为3月底到6月初，由全台湾11县市轮流演习。上大省的是高雄市，也是头一届将战争灾害纳入演习内底。战灾一定是没有水、没有电、道路中断、四处传言断臂的状况之下来运作。怎么样在全民国防的前提之下，军民合作来保卫我们的家园？高雄市长陈其迈讲，看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将战灾加入演习，会当增加政府动员民防团队的共识。不过演习进程，场外先出现真正抗议。后日，鹿港主体自救会举白布条啊，动员上100人伫外口散步，叫中油爱出来解决防疫防蓝宿舍问题，也希望卖个起租金的方式变因走。我们今天来到千岁堂，大家都上年纪，为什么我们要出来？因为我们真的受不了，我们要跟他沟通，他都不沟通，他就片面一直租约涨价。自救会表示，这阵住伫宿舍的居民拢是中油退休还是现任员工，早就签订永久租用权，用1块承租宿舍土地，煞一直互人起租金。想要甲中油买土地也互拒绝，不过中油回应租金起悬是因为审计部认定当初核定租金甲市场的价数差伤济，为了符合营运成本，才为109年开始起租金。不过这2年也因为疫情有减租2成。强调双方对话关系真好，不过买地牵涉范围伤宽。市政府虽然派人协调，不过爱长时间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走阿里山心灵铁路的土炭火车堡 SL21号，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伊对1975年退休到今，已经是损害较真严重。经过1年半的整修，即马重新回来到家己。对8月开始，就要继续走这心灵铁路，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拖车在火车头慢慢北去，游客迎接老车头转来。有108年历史的阿里山林铁蒸汽火车头 SL21号，靠国内技术用年半时间总算完成，小头拖顶炉大牛心智，加灯向机组入顶艰难的修复进步。这个车子不是零件随便你可买，都是要
要一个零件先画图、做模具，再翻砂制造、再加工，才成品。所以我们这个工程非常的困难。SL21号是阿里山引进的第一台28栋8线的蒸汽火车头，一地时期负责送喜乐去落山，伫阿里山公路无开进前也负责送批。1975年停驶了后，等是伫家己公园44年，真侪所在拢生鲜废弃2成运转去车库园区了后，人体厝边的无损修复，延续8年老车头生命。后续将会进行相关性能测试以及人员教育训练。在完成所有验收程序之后，预定在8月份恢复营运，动态保存。搁当甲车库分开时阵，亲像新的共款，吊挂等于铁轨道准备测试，将现世界铁路珍贵遗产经过退役损害即马修好，按算8月也要重新登记阿里山铁路运行。个人搁看到伊的样子，记者综合报道。3月之1是继污染农地工厂申请列管的最后一天，经济部今日召开记者会，列出全台湾1600多间爱先检查，而且是还未登记的工厂名单。地方政府表示讲，也是爱全部扫过一遍，才当了解到工厂的实际状况。环保团体也讲，针对着中国污染的工厂，也爱有特定的工厂登记的退场机制。低污染无登记的农地工厂申请立管的期限到3月21到期。31经济部召开记者会，统计全台湾有33000间的工厂申请立管，未来爱提出改善的计划。伫2030年3月19进前，摕到特定工厂的登记。若无登记的工厂，是开出1667间优先查办的名单。3月份经济本部有先争取了环保署、劳动部跟消防署的资料。那把目前列管资料库里头疑似就是他们认为比较有这个风险之余的部分，那我们这个礼拜已经交下给各地方政府这将近2000家的名单。经济部指出，申请立管的工厂内底出现一直拢无伫立管名单内底的工厂，所以桃园、台中、台南、甲高雄等等的县市出现立管率超过100%的情形。目前当地要求地方政府爱进一步来校正，若优先查办无登记工厂的名单，以彰化县558间上济。彰化县府认为讲，也该实际来普查，数据嘛恐惊会无共款。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这种东西去做一个普查。地方会再去查，会去查看一下他给的名单，要查看他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啊？他那个是很多年以前，或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搞不好现在他根本已经没有工厂了嘞。环保团体讲，政府认真要来管制低污染的农地工厂，因是表达肯定。不过对中国污染的工厂，嘛爱建立特定工厂登记退场的机制。若无对这个守法转型的业者来讲，是真无公平。所以我们的主张一直是说，经济部应该要检讨他们对于中高污工厂的特登的退场机制，只要它是有重大违规的记录，就应该要撤销它的特登，这样才比较符合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经济部要求1667间优先查办的名单，各县市政府爱伫年底进行完成，强调港府法等等的法令拢已经完备。立管辅导金甲营运的管理金有24亿会当运用，接续敢会当确实来执行，各界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带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南部的江东马利坡去互罗西亚军队拍甲是密密麻麻，连红十字会仓库也变作是攻击目标。不过，根据着美国和英国所提到情报，讲罗西亚军队去踢到铁棒，精细判断错误，甚至连普京的顾问都唔敢讲老实话。另外，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宣布，要用战争罪对罗西亚进行调查。家己一个倒伫咧病床顶，查甫囡仔身上拢擦汞，边仔医护人员看了真唔甘。查甫囡仔爸爸嘛受伤，当伫接受治疗。乌克兰南部城市马利坡战火不断，上新的卫星图显示，俄军连负责发放援助物资的红十字会嘛无放伊线，向仓库射击。BBC 报道指出，普京捌下令要听候马利坡投降，才会宣布停战。We believe that Putin is being misinformed by his advisors about how badly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performing and how the Russian economy is being crippled by sanctions.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指出，目前俄军气势真歹，因为因对乌克兰人的反攻能力判断错误，话阁无愿意执行命令。There are frustrations that people feel about Putin and to desire a change of government in itself is not an ignoble thing. It's not the objective of the UK government.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警告，俄罗斯当地顿巴斯东部集合军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势。双方的这轮谈判一定4月初1用视讯方式进行。乌克兰代表讲，停战协议已经送到莫斯科，可能最近就会完成。The persistent use of explosive weapons with wide area effects in populated areas is of immense concern. 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用火箭飞弹、集束炸弹这种武器，毁掉真侪民间建筑、病院，佮伤害到百姓，恐惊已经触犯战争罪。联合国人权事务办事处要以这个罪名立案调查，同时也会针对乌克兰是不是原来使用类似武器进行调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还未停休，不过波兰已经收容超过200万名的这个乌克兰难民，因为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安置计划，而且有提供电子版本的户政号码给这些难民使用，等于是给这难民有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明，会当用来开银行口座、申请救助金等等。目前大约有50万人已经完成登记啊。有电子户政号码，方便波兰民政系统识别居留者的身份，关系后续一堆行政作业甲社会福利，所以赶紧登记的速度是目前各县市政府准备中长期应用难民赶紧爱做的目标。亲像伫附近首都华沙的格罗季斯克县，说难民身份处佮安排会晓乌克兰话的专门人员来服务乌克兰人。Pomagam osobom i uchodźcom z Ukrainy robić tłumaczenia, wypełniać ankiety, przekierowuję ich do różnych miejsc, gdzie szukają pomocy, gdzie mogą tą pomoc uzyskać. 具体来讲，有政府乌克兰难民应申请300报备，核心台票2000外，一次性紧急救济金，了后应正式互囡仔去读册，开银行户头，找头路领薪水，而且申请健保甲2个月以上的定期居留，拢用得到。Najczęstszymi pytaniami pojawiającymi się ze strony obywateli Ukrainy są to pytania o nadanie numeru PESEL, o świadczenia przysługujące tym obywatelom, o możliwość zakwaterowania. 到底波兰难民为首都等大都市向外徙移，地方政府重要任务也有伫中小界处主为临时借贷协助到较长时间的税处或者是安置。I my ich zaczynamy tak troszeczkę traktować jak naszą rodzinę. Także to jest dla nas bardzo emocjonalne to, co my w tej chwili robimy. 根据地方政府统计，中国月2日，俄乌战争爆发第4天了后，开始有难民刷入来，总共到即马有1200人，大部分是芬兰人带囡仔。因讲是战争1个月之内，就互当地乌克兰居民数量增加1倍。记者综合报道。德国使用真济对罗西亚来的天然气，进前罗西亚讲，就要用卢布来交易，这个条件双方也等咧瞧。即马有罗西亚天然气公司要伫咧德国设办事处，说互欧盟执委会用到涉嫌违反反托拉斯法的名记咧，要来进行调查。目前这个时间点是真敏感，双方拢不愿意加讲什么。俄乌战争对德国经济影响慢慢出现，针对天然气使用俄罗斯卢布付天然气的钱，俄乌双方也讲袂歪。莫斯科当局真济摆表示，双重交易毋是自身事业，和德国这个项天然气的大户可能面对爱轮流分区停止经营的措施，引起德国企业界紧张。用巴伐利亚凯尔海姆化学纤维公司为例，全工厂用电拢来自气电共生，伫电力上高度自主。不过重要天然气若出问题，公司营运就危机。Wir leiden hauptsächlich unter die sehr stark angestiegenen Gaspreisen und auch die immer wieder tägliche Androhungen, dass vielleicht Gas nicht mehr ausgeliefert werden kann. 凯尔海姆是德国典型家族经营中小企业，每年营业额不到2亿欧元。不过最近天然气一直起价，今年要起5倍到1亿欧元。因公司收一排汇款半数以上摕来付天然气的钱。
Wir denken durchaus über Alternativen. Natürlich Wasserstoff wäre langfristig die richtige Lösung, aber bis die entsprechenden Meng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wird schon einige Jahre gehen und wir müssen uns eine andere Lösung finden. 路透社报道指出，以2021年为例，德国进口的天然气有55%来自俄罗斯，这么大的数量，要一时找到替代能源并不简单，就算找到也是开不少钱。德国政府甲业界估算，上紧要到2024年下半年，才能慢慢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企业是不是应等2年外是一个大问题？当地化工业协会就认为，在政府找到天然气的替代来源进前，一定有企业出走山去海外，和德国面临较悬的事业等总体经济问题。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咱来看到美国的 FDA 第29宣布讲，要开放50岁以上民众注第4档疫苗。美国总统拜登30召开记者会，呼吁国会就要通过美金90亿的防疫经费来对抗武汉肺炎，而且在正人的面头前注第4档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讲，若一直有在注疫苗增加免疫力，确诊了后的重症风险就会愈来愈低。甲欧式西米露外套烫掉，79岁美国总统拜登坐伫记者会会场开始注第4剂辉瑞 BNT 疫苗。美国 FDA 食品甲药物管理局29日宣布，要开放50岁以上的民众注完第3剂疫苗了后的4个月，第当注第2剂的加强剂，嘛就是第4剂疫苗。拜登9月已经有注第3剂，符合注第4剂疫苗的资格。伊伫30嘛呼吁国会爱通过数十亿美金的防疫经费，继续对抗新冠病毒。Take monoclonal antibodies, for example. They've helped save lives. This isn't partisan, it's medicine. But Congress hasn't provided enough money to keep purchasing these monoclonal antibodies. We've had to cancel planned orders and cut the supply we're sending to the states. Without more funding, we'll start to run out of them by the end of May.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美国有97万5千人确诊过身。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疫苗、喙暗甲体检试剂相关资讯，拜登嘛宣布政府设置了更加方便的新冠资讯网站，应付民众查询。另外一方面 ，WHO 世卫组织30公布新的防疫计划，讲到今年的疫情上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确诊了后重症风险会再着时间来减少。This is our third strategic plan for COVID-19.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s that the virus continues to evolve, but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it causes reduces over time as immunity increases due to vaccination and infection. 虽然国际疫情依然有奥密克戎加 BA.2变异株的威胁，不过新加坡依然决定为4月7日开始要放零边境的政策，只要做完整2剂疫苗游客入境无需要隔离，也是体检。新加坡即马完整2剂的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92%，有超过70%的民众是做完第3剂，所以为这礼拜开始嘛取消伫室内挂喙暗的命令，嘛放零室内聚会上济会当达到5个人，唔忙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恢复观光业。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正出名的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30对外宣布讲，伊去治疗失语症，宣布要退出演艺界，引起众人议论。另外，进前伫咧奥斯卡颁奖典礼顶头，甲人扇嘴皮的威尔史密斯，讲到这件事件也当咧关假，主办单位可能会针对着暴力行为进行处分。今年67岁好莱坞的查甫影星布鲁斯威利，伊的亲人30日社群媒体宣布，布鲁斯从诊断出治疗失语症了后，决定无要搁拍戏。不过声明内底并无详细说明治病的原因。失语症是一种脑功能失调的疾病，上接看的原因是中风或者是头壳受伤，会影响语言沟通甲认知能力，不过袂影响智能。根据美国全国失语症协会统计，美国差不多200万人受到失语症的困扰，可比帕金森氏症、脑性麻痹或者是筋膜萎缩症的人较有这个情形。It would be very disruptive for Bruce Willis himself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not being able to find the words to express himself, and it could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the people around him, around Bruce Willis, in terms of them not being sure what it is that he's thinking or what he's trying to communicate to them. 因为扮演警察勇敢的形象，伫好莱坞真正的演员布鲁斯威利40年演艺生涯，伫全球累积50亿美金票房的成绩。外国拍戏的消息传出来了后，演艺界袂少朋友甲布鲁斯抑个引导的人表达慰问甲唔甘。伊的老朋友史威斯·史特龙伫 Instagram 发文讲，要替这个伙仔来祈祷。
另外，查甫名称威尔史密斯伫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暴力攻击事件，已经过4天啊，新闻的热度也是小袂退。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也就是红牌克里斯洛克，30照常去波士顿表演。洛克甲在场的观众讲，对所有发生的一切，伊还阁伫咧消化当中。时间若到，伊会对外来发表伊的看法。但是发生的迄暗，洛克甲洛杉矶的警察讲，伊袂去告威尔史密斯。不过，美国影艺学院按规定会伫4月18日会议，针对威尔史密斯启动纪律处分的听书，嘛伫声明当中指出，史密斯出手拍人了后，因捌要求伊离开典礼的现场。不过，史密斯是无愿意离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受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影响，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霍斯特表示，有和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讨论到中国拿准拍台湾的对策。另外一方面，美国智库也讲，中国解放军已经改变策略啊，采用掠敌人来令军头部的方式，替日后的美中冲突做准备。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连带国际嘛真关注台海的局势。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约最高指挥官沃斯特表示，确实有甲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讨论中国若拍台湾的时阵，爱安怎应用的对策。嘛，甲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正做回应中国入侵台湾的潜在模式。Admiral Aquilino is obviously very interested in that because he faces a scenario that's reasonably similar to this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nd how we examine. The U.S. response, the allies and partners' response will help image Admiral Aquilino in working his way through some of the tough spots that we anticipate that he'll have to work with in the future. 美国五角大厦官员捌警告，台湾检察办会去有中国入侵。伊相信北京当局当伫观察乌克兰防入侵的情形，也有西方国家针对这件代志的回应。另外，美国智库的专文嘛指出，中国军方已经改变策略。唔是干那紧张，甲监视西太平洋美军的军舰甲飞行机，叫因离开敏感地区。即马改用透过敌人来训练家己的部队的模式。逢见必跟嘛，逢机必问嘛。他也在略微改变了，但怎么改变我们不做赘述啊。我们自己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嘛，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邱国正强调讲，台海4区内的动态，各军拢有掌握。中国提敌人来练兵，可能是为着后一日美中发生冲突的时阵，以先做准备。学者分析，这种方式其实是强军实战演练的传统，不过相对来讲风险嘛较悬。2001年的时候，美中军机在南海的擦撞，其实就类似这种拿敌练兵的一个这是衍生的一个意外行动。美中关系面临挑战。AIT 处长孙晓涵伫美国商会社年饭的时阵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拜登政府优先的政策，嘛对中国军事行动表达关注。美国挺台湾行动，即马有200个下党派众议员做伙签名写批予拜登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参加印太经济架构 IPEF。针对这点，外交部表示感谢，会进一步加强台美经贸友谊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伫意大利读米兰理工大学的台湾学生，伊的论文内面写，家己是对台湾来的，却引起中国教授的不满。这个中国教授佫伫咧线顶课程顶头强调，后面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咱的学生受人欺负，才爱把这名称改做是中国台北。这件代志曝光了后，台湾驻意大利办事处就表达抗议。学校目前的回应是讲，也正咧调查，看这个中国教授敢有违反规定行为。3月底，米兰理工大学建筑专业线顶课程中国籍客座教授陈真，向为英文转换中文，点名按单独要甲王同学讲话，因为伊论文注明家己是来自台北台湾。你的信息里你写的是台北、台湾，我想说的是，第一，整个欧盟包括意大利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陈真表明，这代志甲论文成绩无关系，毋过作为一个中国人，爱讲出来，希望学生唔通当作是为老师角度去霸凌甲欺负，因为学生伫压力之下改做台北中国，加上影片出来转传，社群媒体陆续报道，
有媒体报道认为，担真违反大省的人权甲公民权。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3月25日函校长、建筑学院院长、建筑系主任校方提备回函，表示已经成立纪律委员会，展开内部调查，查证行为是毋是符合大学教师道德甲行为准则。调查结果结束了后，做出相关处置。另外，台湾外交部也表达严厉谴责。他逾越分寸。在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滥用老师的这个权威来压迫我国的学生，要求他更改他国家认同，跟我国的国民，对这样不当的这个做法呢，我方表达高度的遗憾跟最严厉的谴责。其实一直以来，台湾留学生照一句我来自台湾，对引起中国留学生不满，双方争辩是常常有的代志。不过有老师威胁改国籍，过去唔捌发生过。因为这有可能会牵涉到什么事情，就是会说，假设我这件作品到国际比赛的时候，然后最后万一有一个颁奖的问题，这其实已经变成有点故事体大了，不是只是单一的作业问题。有留学经验的人认为，拄到同款的代志，第一时间向下班或者是院办反映，应对老师提出申诉，搁向外管求救，双边出力捍卫自身权益甲台湾主权。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伫咧昨昏发表2050净零排放的策略，希望2050年的时阵，这再生能源会当到7成，加上27%的火力发电。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这27%的火力发电比率也是上过悬。伫运输的部分，较看重电动汽机车的推广，逐步促进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计划。国家发展委员会30提出，台湾实行2050年净零排放的策略，未来要用6成多的再生能源、1成的氢能，加上27%的火力发电，搭配碳捕集技术做发电的主体。但是环保团体3日表示，碳捕集技术也有无确定性，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评定火力发电退场机制。因为它成本跟技术不确定性比较高，它如果研发出来一些产业部分，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热能的部分，用 CCUS 去帮助产业减排。那你能源的部分还是尽可能用可再生能源。现在27% 的火力，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里面多少是燃煤。那再来说，27%还是比国际上在谈这个可能火力整体都要降到10%以下，甚至更低的这样的一个占比来说，还是过高。另外，环保团体也指出，国发会策略对后零产业的转型计划也阁无够，伫运输的部分，较看重电动汽机车的推广，促进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计划需要阁进步。款团建议未来规划有路策略的时，应该要加强甲社会的对话。在过往1年多的时程里面的话，我们大概只有7次的那个对话会议，而且这7次的对话会议来讲的话，都是针对不同主题。公布前2周的时候，环保署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会有办一些对话的会议，但那时候是我们才看到是说那个路径的那个。的初稿，但是跟昨天公布的那个版本来讲的话，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款团讲过去的会议拢欠缺长久有效的对话，呼吁改善。国发会针对这点也无提出正式的回应，但是表示伫所落来的立法院议会、公听会等等，拢也有机会会使收集各界意见。记者郭军郑派文台北报道。政府话讲，2040年这电动车的普遍率要到100%。不过，咱国内去年电动车的总销量只有8000桶台尔，敢若占这新车的销售量的0.18%。政府是搁再强调，这食汽油的车袂禁止买杯，这电动车的目标是要达成是真困难的。有专家认为讲，这电动车的修理工钱贵，而且充电站又搁少，若准无改善者，这数量当然是袂增加。电动车时代即将来临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边赛特斯拉电动车，一边开讲讲电动车会流行，市场会真好。不过现阶段台湾电动车市场才拄啊开始，市占率无悬，因为大部分的车主面临上大问题，就是无所在会当充电，公共充电条起伤少。在内湖区啊，通勤，如果你是以通勤的时间要去充电的话，可能在同一时间会比较稍微要排队一点点，有时候就是可能要半小时到1小时这样。经济部讲，头一阶段目标是2025年全台湾设7800个充电条，不过快充嘛敢若600组，现阶段较无100组。充电问题是车主问到的上界大问题。另外，大楼设充电条，依法嘛需要管委会同意，这需要靠修法来解决。摩托车换电的话是像加油一样，马上换马上可以走。电动车它也是要充电，就是需要时间，可能就没办法待在那边等。
另外，电动车无需要加机油、无严禁加变速箱保养的问题，保养费比加油车较俗。不过，若拄到维修问题，费用会真贵，因为无外厂，所有技术材料拢掌握伫原厂手头，敢若电池介绍都互袂少车主唔敢买。新版电池，这是一般的汽油车在用的电池，有1000多块到3、4千块都有。电动车电池的话，一片都要大概70、80万，它每次换都是整片换，它没办法修理，它上百倍。国内电动车数量无偌济，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去年新车领牌数差不多45万台，新挂牌电动车敢若8166台，销量占比0.18%。伫全台湾833万外台汽车，全台湾的电动车嘛敢若21527台。全台湾电动车主占比敢若0.25%，占比这么低，其实也包括车真贵，上俗爱105万起跳。未来新车占比要冲到8%的市占率，恐惊爱货物税持续补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咧3月30，搁再停电2摆夜，其中凤山有900外户下晡失电，一直到暗时10点才恢复送电，失电9点钟。真侪店家拢无度做生意，要这超市损失的是超过40万。即摆这当地里长要协助民众来讨赔偿。超市放肉品的冰厨以及空啊，员工透早赶紧补货，因为凤山这间连锁超市30下晡2点熊失电，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有电。店长讲，真侪肉品甲牛奶拢害去啊！你看这个遮物件拢是保鲜的，基本上阮昨已经甲所有的肉品、牛奶，互个拢收掉去啊，规拢拍掉去啊，全部停铺。失电9点钟，超市高算损失40万，对面一排店头嘛拢无法度做生意。关起啊！无要安做啊？无风无啥也袂做一个，敢算手动的啊。凤山区拢总945户失电，原来是路口水利局施工无抽治切断高压电线。高雄这月初才大失电，想袂到这摆停电搁较久。当地里长协助超市要求赔偿，包商已经表示愿意负责。其实停电拢是人为啦，你若嘛唔知影讲，他这次为什么才限我多甲迄个10几条迄个电线，拢切掉去？因为照你讲施工，咱有施工图嘛。凤山停电是施工造成，想袂到30暗时，昨夜嘛有400外户失电。这摆是台电变电所线路故障，加在抢修了已经复电。记者邓家文、刘伟做高雄报道。新北市邦桥放送所是日本时代广播建筑，也是市电古迹。即摆有京戏剧团当代团旗要来经营古迹园区。市政府表示讲，这算是新北市古迹园区的活化，民间营运的头一案，要让这基本团体来深入在地。武上拍好的戏出，嘛上顶出名京戏团当代团旗要进驻市电古迹邦桥放送所的新气象，这嘛是基本团体参与新北市古迹营运的第一件，有计打造科技艺术空间。这个虚实相生的这个空间里面，到底要给什么？那我们正好，我们艺文团队经营了36年啊，当代传剧场有很多的东西方的文学经典。可以跟科技做结合。当代团旗表示，过去文创园区较侪拢是商业进驻，希望基本团体经营，唔那是推展传统文化结合古迹，嘛希望融入社区。新北市府嘛表示，邦桥放送所伫104年订立正做市电古迹，对户外整理到开放民众使用。搁到去年进行第2期的本体修复，总经费6000多万，就是希望通互老建筑有新生命。那主体工程的部分，我们在今年的8月就即将完工。那希望在明年6月，我们就可以全面性的一个开放，让市民来参与。新北市府表示，这届开先例了后，未来古迹活化的部分就通比较办理。当代团旗嘛讲，有技师当建筑要规划剧场、排练场等等，希望传统技术的推广，通愈来愈现代。记者林阿文、李玉凯新北报道。3月开始是游东花开花季节，新竹县邀请艺术家来学校，用游东花做主题，举办这装置艺术特展，嘛有互动的体验装置，让民众透过科技，唔免去到山顶，也当欣赏到游东花。游东花对顶头慢慢落来，徛在下骹感觉真趣味。
佫利用手机透过 QR code， 就使甲水当当的游灯花做伙翕相。在桐花季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就是置身于这个漫天飞雪般的桐花。那有的时候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到山里面去体验哦，所以我们的学生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体感互动哦。游灯花主题展览是以玻璃、工艺、科技等等多项手法，将灯花意象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法创作出对灯花的印象。透过艺术家的桐花作品，然后用互动的方式体验，让大家浪漫的在一个 AR 的体验装置沉浸式感受，去呈现桐花在氛围上面的一个营造。我们期待呢，在目前桐花还没有盛开之前，邀请大家先来到我们的美术馆，新竹县的美术馆呢，来参观我们的桐花。那我们这一次呢，5位艺术家各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桐花的意涵。透过艺术家的作品，民众对游灯花有更加多无同款的体验。县政府希望大家做伙来亲身感受5月4。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配合这铁路高架化工程，伫嘉义地区有城的车头咧，必须要进行改造，希望来开发这车站的区域重新整合。31载是交通部铁路局伫嘉义车站边举办动土典礼。除了嘉义火车站、甲嘉北车站要开始进行高架化的工程，已经裁撤19档的北回归线车站，嘛宣布要来复站。铁道局来配合嘉义市政府，还有这个台铁局来进行整体的车站的一个规划，把交通做一个整合，进行都市计划的一个更新。另外，文化的很重要，也要跟它保留下来。19年到现在复站的结果会带动地区的一个新的发展，那也让大家来享受这个景观。3个车站施工的经费计共是71.2亿。嘉义车站旧站嘛保留落来，正造成旧共存的车站。今仔日来参加的嘉义县市政府，嘛拢向交通部反映经费的问题，希望中央会当补助。嘉义市的铁路高架化，嘉义市零负担，这是中央对嘉义市民的承诺。所以嘉义市民也是希望中央会当兑现承诺。铁路高架后所带来嘉义市的这个改变。这个改变呢，我相信对于都市的发展、民众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交通部另外阁指出，嘉义县太保的高铁甲嘉义市火车站连接的轻轨，当初已经有规划路线，未来就是爱看嘉义县市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情况，会豆豆来调整甲建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17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2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3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相会。